香港浸信教會早於1902年已經有詩班嘅設立，喺主日崇拜裏邊嚟到唱詩。到咗今日，一共有7個詩班輪流喺主日崇拜3堂崇拜裏邊嚟唱詩，向上帝獻上讚美，藉住詩歌向會眾傳遞聖經真理，展現合一侍奉嘅團隊精神。詩班員有恆常嘅練習，具備正確嘅崇拜觀同埋侍奉觀。另外，透過練習、侍奉同埋其他嘅聚會，詩班員能夠喺當中享受團契嘅生活，體驗彼此激勵、彼此接納同埋互相扶持嘅精神。唱詩歌嘅恩賜咧係神俾嘅，係一份好珍貴嘅禮物。我哋喺詩班裏邊唱詩咧係回應上帝嘅愛，而且我係經歷到咧一個奇妙音樂之旅，係好有福氣㗎。透過歌聲可以表達對神嗰份讚美同埋感恩，正如聖經都有提到，我哋係用靈歌同埋頌詞嚟去讚美我哋嘅上帝。其實每一種類型嘅詩歌我都好中意，而最中意嘅類型係4部合唱，係因為咧裡面營造嘅嗰種層次咧，好可以承托到詩歌裡面好豐富嘅內容。梗係中意唱歌啦，唱詩咧係同神一個好嘅溝通，所以我行街嘅時候咧都會成日哼住唔同嘅詩歌。敬拜喺練習嘅時候已經開始啦，重複嘅練習讓詩歌入晒我哋嘅心，喺生活中隨時都會彈出嚟，成為嗰刻嘅敬拜，嗰刻嘅祝福。返詩班最開心嘅就係可以藉住唔同嘅音樂家為咗作詞嘅，去分享佢哋內心嘅世界，藉住音樂將更美好嘅祭獻俾天父。聖樂部將會舉辦點止唱詩咁簡單詩歌頌唱會，日期係5月3號，時間係晏晝2點到4點鐘。我哋會一齊以輕鬆嘅氣氛去學習唱詩嘅技巧。當日亦都有詩班員作經驗嘅分享，鼓勵大家踴躍參加，一齊感受一下唱詩嘅樂趣啊！